你看这好人啊，真是不好当啊！我千方百计的把你救出来，要帮你，你还准备拿凳子砸我呀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你是不认识我，但你女儿认识我。柳香泽是不是？我女儿是。前2天你女儿来找我说你处境危险，她知道我认识的人多，让我想法子把你救出来。我女儿怎么会认识你呢？我们有过一段交往，那还是在你蹲大牢的时候。那时候闽浙总督朱圭不是要参河中堂吗？他让我帮着打听消息，说那也是为了想法子把你救出来。原来是你。我们江湖人士嘛，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，更何况多认识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嘛。哎呀，大恩大德，荣当厚报。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，坐。哎，好，您坐。你现在不能出去哦，处境很危险。要不然你写一个字条，我让人交给柳姑娘，其他的事情等你们俩见了面再说。啊，哎呀，想得周到，想得周到。应该的。他住哪儿啊？他住在南城的一个老宅子。他没告诉过你吗？我这个人不爱多打听。好，那你慢坐。你坐。好，我让人给你准备笔墨。好。再加把锁。刘显生跑了，奴才失职，我这就去追查。追查已不是当务之急。朕担心的是，他还知道些什么。除了那份名单，他应该不会偷到别的东西。他会不会打探出朕要保护的那些人的下落呢？应该不会，他不知道这件事儿，而且也不知道广乐园，更不可能摸到那儿去。保险起见，我还是去看一下，让朱师傅多加小心。您是柳小姐。什么事儿？这是宁家老爷给你的信。广乐园？他怎么会在广乐园？我也不知道，老爷只是让我把信交给你，好像很急。好，那你等我一下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这老板安排的。这把人抓来了。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？可疑的人没发现呢。哎，朱师傅在吗？在后边呢。那些客人怎么样？都很好。让你老板来见我来。好，走。皇上这么快就派人追来了，不像来找人的。不过也难说，这刘醒生可是你偷着放出来了，万一走了水，这罪名可大了。要不这样，来个赶快动手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还差一个柳香泽呢。别等那个刘香泽了，没那事儿。不是。朱大人请。不是说看得很严吗？怎么会让他跑了呢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难不成是出了内鬼？皇上身边的人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，不会出什么纰漏。可是这人眼睁睁就没了，真他娘见鬼了！哎呀，这个人本事也忒大了。
早该杀了那个姓刘的。谁说不是呢？老爷，哎，咋办呢？我爹在哪儿？爹，你怎么上广乐园来了？你托的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托人啊？我托什么人了？托救我的那个人。我没托什么人。坏了，圈套，上了人的圈套了。爹，你把事情说清楚。来不及了，赶紧离开车，快走！好容易才抓到你，怎么能就放了呢？是你？他是谁？你是谁？你闭嘴！文姑娘，小文姑娘，文彩虹姑娘，你可真是想死我了！他是谁？你仔细看看我，哥哥我变样了吗？你不是已经死了是吧？被送到宁古塔给活埋了是吧？你到底是谁呀？别打岔！你是不是担心我出事了？你放心，哥哥我属猫的，我有9条命，砸不死踩不烂，扔到油锅里头滚一圈，捞出来照样活蹦乱跳。我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啊，你干嘛把我往死里整啊？啊！有冤有仇，你冲我来，别动我女儿！你别着急，一会儿有你一份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告诉他吧。说不出来，忘了，还是不好意思。那好，我来告诉他。哎，动手了没有？还磨蹭什么呢？都这会儿来过什么干瘾呢？盛大人走了没有？还没呢。他这样做太冒失了。现在说这都晚了，依我看，噗噗2刀，把这父女俩找地方埋了，死无对证就完了。他真的能动手杀人吗？都这会儿了，还顾得了那么多吗？我说的没忘了什么吧？你要补充吗？有什么冤枉的地方，尽管说出来。本老爷明镜高悬，从来不杀冤死鬼。你不能弑杀朝廷命官！老子这儿没朝廷，妈了个巴子的！只要你们俩谁都别想活着出去。要杀杀我一个，放开我的女儿！这事儿你说了可不算。上马！不要！不要！这些都是我干的，你要杀我一个人吗？放了我爹，放了我爹！你让我怎么死都行，只要你高兴。我爹的罪没有那么大，我求求你看安吧，你就看看安吧。孩子，别说傻话了。爹年纪大了，再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。你娘的坟上不能没人去扫墓啊！好汉，你看看恩，他还年轻，要杀我一个！你别听我爹的，他糊涂了。李大哥，你听我说一句，我娘死得早，我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，你不知道他受了多少苦。我求你了，你放了我爹吧！你要杀我一个人，我来世做牛做马我也会报答你的。你就杀我一个人吧，你就杀我一个人。
你动不了手。我没杀过人。哎呀，这开弓没有回头箭，都到这份上了，干脆一咬牙一跺脚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其实罪是你自己受的，人也是你自己抓的，别人说什么都代替不了你。我只能告诉你，不管做什么，别后悔就行。孩子，师弟害了你啊！不过没关系，很快就和你娘团聚了。你们老家在哪儿？陕西洪洞。他娘的坟也在那儿吗？你们答应我3件事。第一，从今以后再也不许做伤天害理的事儿。第二，离开这里，再也别回来。第三，你们对天发誓。对天发誓，对天发誓，对天发誓。李大哥，我对不起你。听好了，门外有辆车，送你们出城。现在有人在找你们，别让人家看见。走吧。滚！看出什么症状了吗？好像受了极大的震动。震动？什么震动？你都看见什么了？你看见什么了？你说什么？我看见了我自己。他看见什么了？他说，他看见了他自己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好了，让他自己安静一下，我们出去吧。这什么地方？你放心，这是河中堂的内府，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投运的楠木很大一部分被送进了京城，很有可能会牵扯到河中堂。河中堂有线索说，和珅在他的书春园里。和珅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
吧。你是谁？他们都叫我石格格。石格格。嗯。给主子请安。你还挺懂规矩，不过这么长时间，怎么才想起来请安呢？主子，这里不安全，快跟我离开。这是我的家，有什么不安全的？这是你家。好了，你听我说，你在这里啊，非常的安全，你只需要好好吃药，好好养病就行了。躺下吧。既然知道我是主子，怎么了？主子的话都不听了？到哪儿了？已经过了永定河了。爷爷，天凉。停车！我去方便一下。别走远了，这儿可背。我去就回。上车！他已经死了。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赶快去见何中堂。人家都放了咱们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谁也甭想挡住我的去路。走，上车！来，小陈，让我喝一个。大白天的，你喝什么酒啊？我特别想。想什么？想喝酒？我想找个人夸夸我。夸你行了善事？你说我让那对狗日的妇女害得七荤八素、死去活来的，我怎么就心软了呢？其实，不管是谁，都是父母生、父母养的，谁也不能随便夺走另一个人的生命。你没有以贤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而是用一颗善良的心去对待他们，你做得对，你是个好人。夸够了吗？舒服多了。来，我陪你一杯。来。秉总管，刘醒生来了。谁？刘醒生。在哪儿呢？就在门外。让他进。这。总管大人，你打哪儿来呀？下官貌似刚逃出来。
来呀，罢了！哎，傻瓜不明白，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还想到这儿来再骗一把吗？傻瓜冤枉啊！我对中堂是忠心耿耿啊！忠心耿耿？放屁！你给我的那份名单，那是挨着个都没有人影了。你跟我说，怎么回事？这怎么会呢？这怎么会呢？是啊，怎么会啊？一夜之间，连城里城外全都没有了踪影，连那个老朱龟也找不着了。你能告诉我，这是怎么回事吗？我一看你就是一个两面讨好的奸佞，拉出去砍了！傻瓜冤枉！这个我知道朱贵的下落。啊？在哪儿啊？离这不远啊，有一个叫广乐园的地方啊。哦，对了，下官这次来见中堂，就是为了报告这件事情的。广乐园？哎，您如果信得过我，我去查，我立下军令状。让我信得过，可不容易呀。好，下官把亲生女儿压在您这儿。你再说一遍。下官把女儿押给您，您真舍得下本钱呐？你们两个跟着他。是。哎，就是这儿，进去搜搜。哎，不，哎，不能硬搜啊，里边太大呀。那怎么办？哎呀，哎，咱们先在这儿盯守着，看里边进出搜什么人。好，哎，好。哟，爷，您里边请。爷，您喝点什么呀？来壶龙井。哎，得嘞。盯紧点，只要看见一个中堂点名要的人，其他都跑不了。爷，给你加点毛尖。哎，小二跟您打听点事儿。哎，对面的那个戏园子乐园，他们的老板漕运总督向怀章。对啊，哎，别提了，他家出事儿了。出事儿了啊！家都让人抄好几回了。别再说了。见那个没有？看见那个人没有？看见了，快！这位爷，看什么呢？借一步说话，如何？请坐。没想到啊，这么快又见面了。
真是山不转水转呐。是，你对我有不杀之恩，可是两国交兵，各为其主啊，我也是身不由己呀。我3颗2榜，苦熬到今天了。啊，好不容易盼到出头的日子，我总不能就这么回去种地去吧？那个园子里住的都是什么人呢？有个朱大人住在里面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的是朱贵。朱贵？什么？闽浙总督？你想起点什么了？堂堂的帝师，他要不遇到大问题，他会住到那个地方去吗？闽浙总督朱圭上了密折，向怀章又有一船楠木进了运河。朱圭，楠木的线索就是从他这儿开始的。你说什么？他在哪儿？什么？朱大人在哪儿？你给我兜圈子装傻是不是？啊！想起点什么了吗？上了一条船。什么船？船上都是楠木。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可对你不客气了。你是谁？嘿嘿，实话告诉你，我是何中堂的人。和珅？你说的是和珅？嘿，你还在胡说八道啊！人呢？啊，那小子功夫不一般，还是回去吧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不能空手回去。六六，哎，把那小子抓住！找开点。天黑了！孩子们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别我！大鱼跑了，虾米也行，带回去问话。是你？不是，李大哥不是叫你回老家去了吗？我问你答，少说废话啊！在广乐园里都住着什么人？广乐园，我就住那儿啊！答！哎呦！吃苦了。说实话，朱辉住在广乐园里干什么？听戏赌钱。朱辉这个人从来不赌钱听戏，骗谁呀？是说，我说什么呀？我说就一跑腿的，我知道的不多呀，我。你知道什么说什么啊？在广乐园里还看见什么当官的？不是，什么当官的？你信不信？
把你妈的，有当官的，多大的都有。他们是怎么进去的？有从正门进去的，有从后门偷偷摸摸、鬼鬼祟祟进去的，都有。这些人和朱贵都是什么关系啊？啊？和朱贵没关系吧？有关系。他们和朱贵说了些什么呀？他们这见了面什么都不说，假装不认识。这就对了嘛。放开我呀！你不能恩将仇报啊你！下辈子你也做个恶人吧。这家伙怎么办？先捆着他，等我回过中堂，如果他没有什么用了，干掉他。广乐园，这可是在咱们眼皮子底下的事儿啊！新皇帝翅膀硬了，居然也学会了妙墨独断、袖里乾坤了。围了园子，有一个抓一个。抓人好办啊，可是皇上的脸面怎么办啊？咱们还是臣子，可不及时剪掉他们的羽翼，将来只怕纵虎为患。他现在还是个儿皇帝，现在的皇帝还是嘉亲王爷的时候啊，他有一位伴读。前些日子呢，这位伴读被派到外地为官，皇上呢就给他写了2首送别的诗，表示牵恋之意。有好事者就把这诗拿给了太上皇，当时我在场。太上皇看过之后是龙颜大变，说皇上有勾连外官之嫌，险些降罪。多亏旁边的人从中劝解，这才算过去。你们觉得这事儿有什么意思没有啊？皇上给他读书的伙伴写了一首陈词滥调的送别诗，太上皇尚且恼怒至此。如果一下子窝藏了这么多人，其中不但有外官，而且还都有罪在身，你们想，消息一旦传到太上皇那儿会怎么样？你确定这只鞋是从大街上捡到的吗？哎，怎么了？哎，凤秋不见了。啊？他们在大街上捡到了凤秋的一只鞋。去哪儿了？可能是绑架。什么？醒醒！哎，20年后，老子还是一条好汉。穿上。是你？趁现在没人，你赶快走吧。
哪儿啊？这里是河中堂的外衙。河山？你小声一点，你就别多问了，再不走你就会没命的。回去告诉李大哥，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。那些通匪的逃犯，真的都躲进了那个广乐园。广乐园，哎，好像在哪个案子里头我听说过呀。那是向怀章的旧产。朱圭怎么也会卷进来呀？大概是一时糊涂吧。朱师傅这个人呢，一向是宅心仁厚，也许他不忍心看着这么多人锒铛入狱，想亲自劝说，让大家回头是岸嘛。既然知道人在那儿，派何林去抓就是了。哎呦，这件事儿，奴才可没这么大胆儿。哦，在老主子这儿啊，奴才做错了什么事儿，老主子骂两句也就过去了。可是这件事中间夹着咱们这位新主子，朱师傅又是当今的帝师，是皇上最信任的人，奴才可不敢轻易处置他，起码还有个投鼠忌器的道理啊。你倒是很谨慎啊，还是谨慎些好。君臣和睦嘛，啊，皇上年轻，朝野中还没有能负众望之处，日后你得多帮帮他。臣只能做该做的。该做的你已经做了，剩下的朕来打点。哎呀，总管救我，总管救我呀！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孩子，他把人犯给放了呀！总管大人，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起来！刘大人，河中堂说了，你的身份暴露了，暂时住在府里呀，日后另有重用。谢总管长，谢总管长，谢总管这大舅，谢总管大舅，歇着吧，歇着吧。好。是谁绑架了风秋？没人看见。这可能不是简单的事件。我带来那些人不是来吃喝玩乐的。那是些什么人？你们还是知道的越少越好。总之，这些人不能落到坏人手里。跑掉那个卧底，也许打听到一点广乐园的事儿。万一他要是逃到了和珅那里啊，不会，姓柳的不敢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敢？我猜的。这怎么了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都是那混蛋的刘醒山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啊！
朱师傅，您看，这个劫应该要怎么个劫法？尽快把这些人转移，怎么样？目标太大了，而且这次他们定有防备。我有个办法，我那儿有个戏班子，其实可以让您的那些人全都扮上，让他们画上点儿，贴上片子，而且全都扮成女的，都是那个丑婆娘、疯丫头什么的，跟戏班子一块儿，没准就能混出去。哎，不是你错了，是朕错了，而且是大错特错。偷偷摸摸、躲躲藏藏的干什么？在做贼吗？朕真的沦落到做贼的地步了吗？